講到廣州最潮嘅地方，肯定就係東山口啦。你別在這睡，你怎麼哭着臉？誰叫你還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別 ？Yeah， 我是 Superman，Yeah， 我是 Superman，Yeah， 我是 Superman，Yeah， 你是 loser。咁其實點解東山口咁潮呢？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廣州人，我真係唔明白嘅。查找資料嘅時候先發現，原來東山口嘅潮係100幾年前就已經發生咗。畢竟作為廣州話，除咗西關小姐，仲有東山少爺。今日又係一個好熱嘅一日啦！我嚟到東山口最繁忙嘅十字路口，大家去睇嗰邊就係我哋嘅廟前世界啦，係我哋東山口最多潮牌、咖啡館同埋潮人嘅地方。而向呢邊行呢，就係我哋嘅龜崗大馬路啦，亦都係我哋老港最有生活氣息嘅一個街道。再過嚟呢邊就係我哋嘅廟前直街啦，亦都係我哋名校同埋我哋民國時期有非常多嘅好睇嘅建築嘅地方。而往上望，就係我哋嘅東山百貨大樓，亦都係我哋細個嘅時候想買高檔嘢嘅地方。咁我哋行咗嚟廟前世界咧，其實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潮牌同埋咖啡店嘅。而我身後依間 Black Market 咧，就係第一個入駐嘅潮牌啦。但係咧，作為我呢個咧中年有啲冷靜，其實我對潮牌唔係好了解嘅。不過今日都同大家嚟睇一睇啦。着成咁點入去啊？我今日攞蝦鬚啊，夠唔夠潮啊？確實係着唔起啲咁潮嘅衫嘅啫。咁除咗 Black Market 咧，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嘅潮牌入駐啦，仲有好多咖啡店啦、買手店啦，所以而家成個廟前世界都係可以講係潮到風濕，有好多潮人嚟到呢度打卡影相㗎。等我嚟扮一下潮人。其實廣州以前嘅老城區有4個嘅，越秀啦、東山啦、荔灣啦同埋芳村嘅，係後尾先將呢個東山同埋芳村合併咗我哋越秀區同埋荔灣區入邊，變成咗2大區。咁以前有句老話叫做有錢有勢住東山，係因為民國時期咧，我哋好多華僑翻嚟東山區呢邊起咗好多呢啲洋房，所以先有咗而家咁多好靚嘅洋房可以俾大家打卡嘅。東山口5大園之一春園，亦都係中國共產黨第3次嘅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嘅會址之一。可惜咧，而家裝修緊，入唔到去。葵園而家變成一個藝術館，亦都係官下嘅一個展示區。我哋去睇下，喺出邊已經聞到香味啦。行咗圈啦，我發現真係東山口咩嘢都有。喺呢入邊咧，有非常之潮流嘅生活，亦都有非常之市井嘅文化。着住拖鞋，着住背心，踢住對人字拖去飲茶、買餸同埋逛街。愛上了看見你如何不懂謙卑，去講心中理想，不會俗氣，猶如看得見晨曦。才能歡天喜地抱着你，我每次回來多少驚喜，也許一生太短，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所以其實咩叫潮流呢？到底係衣着光鮮、非常之特色嘅衣服啊，定係我哋非常之好睇、非常有特色嘅我哋嘅建築啊，抑或係自己舒服就得嘅老港本地人嘅生活呢？每個人對潮流都有唔同嘅定義，所以我希望喺6月21號邀請你同我一齊過嚟東山口參加我哋城市慢半拍嘅東山口站，我哋一齊嚟發現東山口入邊嘅潮流，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特別嘅潮流嘅定義。到時候見。當世事再沒完美，可遠在歲月如歌。